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何 B，今次想同大家分享3種我日常會整嘅髮型，希望你哋都會鍾意啦，嘻嘻。首先講我頭髮而家狀況先，我頭髮係 undercut 嘅，而鏟青嘅部分呢都留得比較長，滴水嘅部分呢都留得比較長嘅，因為我而家都唔想睇得太過光啦，後邊嘅部分都係特別長同埋特別厚嘅。首先第一種髮型呢，就係要將頭髮全部向下吹乾嘅，而且要吹向你自己中意嘅一個方向啦，左邊右邊都冇所謂嘅，最緊要你自己中意，哈哈。吹乾咗之後呢，用一個乾身少少嘅髮泥，用少少份量就夠噶啦。跟住喺手心塗勻，塗勻咗之後呢，就可以揸上個頭髮度啦。記住要揸得均勻啲，因為揸得均勻啲呢，咁你就會易做到個層次感出嚟啦。另外一隻手剩餘嘅髮泥呢，就揸向後邊嘅頭髮，揸均勻咗之後呢，就要將頭髮全部梳翻落嚟，梳翻整齊佢。目的係為咗一陣間拉出嚟嘅層次感同埋線條感呢會整齊一啲嘅。跟住你就可以用你4個手指去拉出個層次感出嚟啦。冇人出世識行路嘅，行多幾次，跌多幾次就識噶啦。大家都明噶啦，呵呵。如果覺得個線條感唔夠嘅話呢，可以再拉多兩嘢嘅，拉到你高興為止。係啦，就是這樣。滴水嘅部分呢，撳實佢，撳貼服佢就得噶啦。而後邊嘅部分呢，就用手指插落去，跟住再撩鬆佢，用你嘅手去整出個弧度，咁就搞掂啦。嗱，係咪好靚呢？呵呵。最後用呢一個硬到冇朋友嘅定型噴霧噴一噴成頭。咁我哋嘅第一個髮型就搞掂啦。大家忍下啦，係咁錯噶啦，呵呵。第二個髮型呢，就係要將頭髮全部向上吹乾嘅，而且吹嘅同時呢，你要將你嘅手指插入啲頭髮度吹嘅，邊插邊吹，因為手指插入髮根度吹呢，個蓬鬆感先至會夠嘅。插慣咗，大家就會好熟手噶啦，呵呵。吹到咁上下呢，我哋就將熱風轉去凍風，再吹多一次嘅，因為呢個動作呢，就係將啲熱風吹走，咁嘅蓬鬆感先至會 hold 得耐啲嘅。係咪好鬆呢？啲頭髮，跟住我哋用一個乾身少少嘅髮泥，都係一樣，用少少份量就夠噶啦。喺手心塗勻，跟住再揸上個頭髮度。揸嘅時候呢，記住要撩上嚟揸，係啦，撩上嚟揸。而另外一隻手剩餘嘅髮泥就揸向後邊嘅部分，揸完咗之後呢，再用你4個手指去插入啲頭髮度撩，個目的呢，就係要製造呢啲咁嘅線條感，唔好太過死板嘅。You see that？ 呵呵。後邊嘅部分呢，都係要撩翻兩嘢佢嘅，將啲線條感撩出嚟，都係一樣啦。冇人出世就識撩嘅，撩多幾次你都可以撩得出神入化，呵呵。後邊嘅部分我哋整出個弧度，而滴水嘅部分我哋整翻貼服佢就搞掂啦。跟住用上呢一個硬到冇晒親戚朋友嘅定型噴霧，噴定型噴霧嘅時候，記住要將手指插入啲頭髮度噴，
咁嗰啲線條感先至會靚同埋 hold 得耐啲嘅。唔使驚嘅，冇事嘅，插落去噴啦，呵呵。You see that？ 而前面嘅部分都一樣，要插落去噴嘅。跟住將劉海嘅部分拉返少少落嚟，最後成頭噴上定型噴霧，咁我哋嘅第二個髮型就搞掂啦。請大家容許我錯多兩嘢，阿里嘎多，呵呵。第三個髮型就要將頭髮全部向下吹乾，扦插求其咁吹，因為第三個髮型吹乾唔係重點，重點係要用上呢一把迷你嘅夾直機。呢把迷你嘅夾直機除咗可以攞嚟夾直之外呢，大家去睇下佢嘅旁邊係有個弧度嘅，佢係可以夾出波浪同埋圈嘅。今次我哋要夾嘅係一個波浪，係啦，是的。首先要喺中間度開出兩個區域，跟住攞個夾仔夾住佢。我哋要喺最底部度開始夾嘅。首先呢，就係要夾入去，跟住拉上嚟。最尾嘅步驟呢，髮尾嘅部分就要拉落去，係啦。睇唔清楚就再嚟夾入。夾上，再夾入，夾入，夾上，再夾入，呵呵。咁清楚嘅講解，大家都明㗎啦。跟住就可以開出第二層嘅區域啦，都係一樣，夾入，夾上，再夾入。大家識呢個口令，都會識整呢個髮型嘅，就係夾入，夾上，再夾入。第三個區域都係一樣啦，冇人出世就識夾嘅，夾多幾次，大家都可以夾得風生水起，呵呵。前半部大概4層就可以夾完噶啦，而後邊嘅部分呢都係一樣啦，夾入、夾上，再夾入嘅。夾完之後，用一個乾身少少嘅髮泥，都係用少少份量啦，喺手心塗勻，跟住就可以揸上個頭髮度啦。記住係要用雙手盡情咁去揸勻佢。後邊嘅部分都係一樣嘅，要盡情咁揸勻佢。揸均勻咗之後呢，就可以用你2個手指去將啲層次感拉返出嚟嘅。如果你覺得邊度唔靚，邊度好飛，邊度好亂，就憑你嘅感覺去拉返整齊佢就得㗎喇。You see that？最後我哋用上呢一個你姨媽姑姐都會覺得眼到冇朋友嘅定型噴霧，咁我哋嘅第三個髮型就搞掂啦。都已經係最後一個髮型啦，咪由得我錯咯，呵呵。希望大家會喜歡今次嘅分享啦！如果喜歡嘅話呢，就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！我哋下一段片見，拜拜。